政府要伫2030年推出双语政策，引起真侪争议哦。今仔有老师就批评讲，双语政策会互教学品质受到影响。全教总嘛呼吁讲，应该马上停止这个政策。2030双语政策引起争议。今仔日有第一线的自然科老师出面批评讲，双语课程造成老师就要了解去研究英语名词，无法度好好教册。尤其是对英语程度较弱的学生，颠倒互因因为听无，对这个科目造成惊吓，学习意愿低，学习效果颠倒歹。有的时候，阮会用台语讲话。那台语的时阵，会当好好啊讲。比如讲呢，阮上到有啥物菜啦，乌鸡啊菜啊，食起来呱呱啊。英语教学的时候，呱呱无法都用英语讲。本来小孩英语不好的小孩，他可能就是害怕上英语课，可是他到现在，他会连自然课都害怕。全高中嘛表示，第一线的老师来订正的案件袂少，双语政策已经造成真侪教学的乱象。进前嘛有音乐老师指控讲，有教授靠说教育部双语计划主持人的名义，态度是真唱秋，无尊重学科的专业。全高中认为讲，双语政策已经害教师失去尊严，就是夹的这个双语，去压制现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现象。那不只是整个老师的一个教师的一个专业受到践踏，也没有办法发挥语文教学应有的一个专业。教育部的双语是不是只要懂英语教学专业的教授就可以到现场去指三道四？面对双语政策问题了，全高中嘛呼吁教育部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停止双语政策。也那全高中发起检讨双语政策、回归教育正常政策的倡议，2个月内嘛已经有超过1万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